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ienna 黃淑曼。見到我攞住呢一個咪都知道，我啱啱睇完呢個頭文字 D 嘅20週年修復版，即係喺大銀幕之下可以見到20年前嘅陳冠希啊，同埋周杰倫啊，有啲咩感覺？我係真係無可否認少女心爆滿啊！真係好感嘆哇，好靚仔啊咁樣。跟住我都係同我經理人，因為我同我經理人一齊睇啦。跟住我係忍唔住每一次有陳冠希嘅畫面，我都哇〜好靚仔啊！跟住佢話係啊，好靚仔啊！佢話有種青春嘅感覺啊，翻返去少女時代。跟住我就覺得原來你嘅少女時代係咁幸福㗎！真係發自內心覺得好好睇，因為呢套電影係20年前嘅電影啦，我嗰陣係5歲啦，咁我就未有一個可以入到戲院睇呢套電影嘅經歷。第一次入去戲院去睇呢個頭文字 D 嘅時候，我係覺得好感動啊！因為無論我喺屋企喺個電視前面睇幾多次頭文字 D 嘅電影版，都冇我坐喺戲院入邊睇嘅咁有一個咁深切嘅感覺啦。嗰個聲效、個音樂、個畫面咧，係真係完全唔同嘅。所以其實電影係一定要喺戲院度睇。我20年前冇呢個機會啦，可以喺戲院度睇啦，但係20年後我有啦，佢而家上啦，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啊！OK，一齊去睇頭文字 D 啦！